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“生惊死，放惊飞”。这句俗语，咱通甲想讲，咱甲鸟仔吟伫手里，轻轻仔吟，惊伊飞，小可出力，阁惊甲顶死。这意思就是讲，代志歹准则，要做决策的时，蠢者纠结，心头抓袂定。这句俗语常常摕来讲，爸母要面对囡仔的时，连伊惊讲甲管甲伤严，伊袂堪你；连伊阁挂虑讲伤过挺身，惊伊伫外口学袂来。这就是做爸母的规工对囡仔操心八百的因端啦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